所来关心清明连假的天气，今日个明仔载受到高压的影响，各地拢是一分到好天。中南部上热，台南、高雄佫导致个高温黄灯的灯号、黄色灯号可能会到36度，进入热天的感觉。因为连假后半段又是礼拜开始，天气就出现变化，台北季风会愈来愈透，北部的高温会降到20度左右，嘛会落雨。所以讲，伫北部东半部的乡亲，若要出去佚佗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天气真好，连假头一天各地气温拢真烧热，敢若热天提早报道。气象局阁针对台南和高雄发布高温警示。那因为在内陆、河谷、近山区的地方呢，本身就是热源的所在。台南、高雄一带的内陆呢，有可能会出现接近36度这样子的温。拜五、拜六吹南风，天气真热，敢若东部和过道山区有零星仔雨。不过拜日开始，东北季风增强，温度会继续下降。后礼拜二和拜三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天气才会回温。4号这一天，北台湾的高温变成24到26。那在5号、6号清晨这段期间，都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。那这段期间的高温呢，可能北台湾会有时间会接近到20度这样的程度。温度变化真大，离岛的金门、马祖嘛要注意打雾和低云。船底要规个拢予雾打掉咧。透早金门、马祖的能见度较无200公尺，气象局嘛发布高雾特报。安尼状况阁会维持几日天，提醒乡亲开车的时阵，就要特别注意安全，嘛要注意航班资讯。